總價40萬就可以攞到身後呢一套精裝現樓嘅公寓啊，並且送埋全屋家私家電。你而家所見嘅全部都係送埋俾你，並且啊一落到樓下就係 Coco City， 隔離就係富日城廣場啦。呢邊再養2個中山最 hit 嘅 Super Mall 啊，你覺得夠唔夠正啊？入到嚟有一個超級大嘅廚房啊！有冇見過公寓有咁大個廚房啊？出到去仲有一個超級大嘅露台啊！仲有一個3分離嘅衛生間，呢個空間感夠唔夠細？你而家所見到嘅台凳、梳化、床呢啲嘢全部送晒俾你。呢邊仲會有酒店式託管，租金可以抵埋月供添啊！呢邊返港澳咧都非常之方便嘅，太子荃灣、深圳灣口岸、福田口岸呢啲嘢全部一線覆蓋。如果對呢度有興趣嘅，想攞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以及佢嘅優劣勢，喺評論區留低3個咯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